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的台湾伫去年初就开始受到武汉肺炎的威胁，特别是对今年5月19疫情警戒升到3级开始，直到目前，咱台湾的疫情算是平稳落来。所以咱今仔日才会当坐伫遮，做伙伫遮做实体的礼拜。同时，当咱面对未来，咱犹原需要继续警醒，甲病毒相战。通过全民注预防社的普及率有够，大家咱每一个人也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，就是一定要挂喙安、常常洗手，佮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。无论病毒安怎变化，相信咱也是会当远离病毒，有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面对病毒犹原在变化的未来，请大家毋通过头烦恼惊吓，因为上帝早就为着听伊的人备办了一个美好的应允。牧师要邀请大家通过今仔日所读的诗篇103篇第7节到22节，互咱面对无法度掌握的未来，犹原会当用信心来领受盼望，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甲恩典，咱的心灵就会充满平安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保守，互阮今仔日伫主日的时，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信心上帝，阮欢迎你来，你来掌管阮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会当伫你的话语中得到启示，会当甲你相拄。阮将以下时间交伫主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诗篇103篇第7节，一开始就讲，伊摩西启示伊的计划，互以色列人看见伊大能的作为。这节的经文背景是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3节。圣经安尼记载，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你确实捌吩咐我，带百姓到迄个所在去。却无指示我要派啥人甲我同去。你讲过，你了解我，也意爱我。安尼，求你将你的计划指示我，互我会当侍奉你，继续伫你的眼前望阮。”根据圣经记载，当摩西对西奈山顶落来，伊看见的是百姓在拜金牛啊。上帝生气，就无愿意要甲以色列百姓相甲行。这时，摩西除了甲上帝讨价还价，恳求上帝毋通因为生气来杀死以色列百姓，而且会爱上帝来赦免因以外。摩西犹原盼望上帝会当将伊要做代志的计划清清楚楚来指示伊。这就是诗篇103篇第7节的经文背景。各位，伫遮互咱看见，上帝期待伊的百姓，毋是糊里糊涂来跟缀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盼望伊的百姓会当明白知影，伊做代志的计划甲作为，会当互咱伫适当的时机中做出上好的回应，互咱伫面对未来无确定的处境中，会当得到对上帝来盼望甲出路。所以伫遮牧师要通过这节圣经节，要来分3点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。通过人物立约的上帝，体会伊对咱的疼，互咱无论伫任何的环境中，拢会当掌握合宜的时机，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疼，做伙甲上帝守约，伫守约的中间得到平安。第一个，咱要知上帝，伊就是一个主动甲人立约的上帝。圣经中上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上帝主动甲人立约。立约这件代志的重要性，会通伫新旧约规本圣经中来看到。约就是全部圣经的核心。
约也是上帝甲咱重新起造关系的凭据。所以，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甲上帝立约的人。伫旧约圣经有记载，上帝甲人所立的第一个约，就是挪亚时代的彩虹之约。上帝主动甲挪亚立约，就是爱人会当明白伊的心意。创世纪第6章12节有记载，伫挪亚的时代，上帝看世界拢是败坏，人的行为非常的邪恶，所以上帝就要用大水来毁灭因。总是当上帝要毁灭人类的时，上帝顾念伊所疼所创造的人类，特别上帝伊顾念义人挪亚甲伊的全家。上帝伊也顾念济济伊所创造的动物，所以伊就甲挪亚立约讲：我要甲你立约，既然有活开的肉体，逐样一对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你要带因进入大船，通伫你遐保全性命。你着摕逐项的食物积聚起来，通做你甲因的食物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毋单只是保全因的性命，连因所需要的食物，上帝也拢安排好。最后用轻就是彩虹，正做立约的记号。创世纪第9章16节，上帝讲：当我看见缺轻伫云里出现，我就纪念我甲你甲地上同样的画面所立永远的约。各位，伫上帝甲人所立的这个彩虹之约中，互咱看见上帝对人的疼是何等的骄纵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主动甲人立约这件代志，实际上上帝根本就是吃亏的。咱知影立约是双方拢有利益，总是上帝主动甲人立约，伊是徛伫放弃家己的权利，限制家己的立场。咱想看觅，上帝伊是创造者，咱人是受造物。上帝本来就会当照着伊家己的意思来款待人，也就是讲，伊会当用恩典款待你，伊嘛会当无爱用恩典款待你。伊会当救赎你，伊嘛会当无爱救赎你。伊是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行，伊有一切的主权。伊爱做啥物就会当做啥物，伊无想要做啥物就会当毋免做啥物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上帝要主动甲人立约的时，上帝伊就必须要放弃伊的权利，来受到立顶悬所记载的来限制约束伊家己。也就是讲，信实的上帝，伊就必须要照着约顶面所记载来行，因为伊疼伊所创造的人，伊就用约来约束伊家己，永远要互人，咱人有机会。亲像诗篇106篇45节，安尼讲：为着因，这因就是咱人的缘故，上主纪念伊的约，因为伊的慈爱，伊回心转意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主动甲人立约，佮照着约重新起造人甲伊家己的关系。所以咱的上帝是主动甲人立约的上帝。第二，上帝是守约行仁爱的上帝。讲到立约，伫契约顶面一定要有双方签名，这个约才有效。各位，咱知咱家己的名，总是咱敢知上帝的名是啥物？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13节到14节有记载。摩西讲：当我去甲以色列人讲，恁祖先的上帝找我来遮，
因会问伊的名是啥物？迄时我要安怎回答呢？上帝讲：我是创始成终，是起头也是落尾的主宰。这个创始成终的主宰，甲希伯来神的名耶和华的发音相像。拄则我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伫和合本的圣经，伊翻译上帝讲伊家己的名是：我是主人理人的神，是自有永有的神。这表明上帝伊是起头，也是落尾，是永远拢袂改变的。这是上帝伫旧约时代甲人立约的时所用的名。伫新约时代，上帝更较清楚启示伊家己的名，就是称作耶稣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是救赎主，是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的。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授予予因，叫一切信伊的免死灭亡，反倒得到永活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也讲，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上帝疼咱，找伊的囝替咱的罪食做挽回祭，这就是疼。兄弟姊妹，立约的双方拢有义务，但是嘛拢有责任。上帝甲人立约所签的名就是耶和华，这表示伊是起头也是落尾，是永远拢袂改变的。这个约对咱人来讲，这全部拢是恩典，这是全然的恩典，是上帝疼，是上帝主动决定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上帝就是这么啊疼咱每一个人。圣经中记载，以色列百姓因常常背弃上帝，但是上帝却无弃杀因。上帝犹原亲像起初遐尼啊疼以色列人，一直在听候因会当跋倒转。诗篇103篇17节到18节讲，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伊的公义线到万代，就是遵守伊的约，忠实遵守伊诫命的人。这两节圣经节有指出，上帝的慈爱要归乎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，忠实遵守伊诫命的人。所以，当上帝甲咱立约的时，上帝就是将伊家己约束限制伫袂当放弃、停止疼咱迄个情形下面，因为伊是守约、行仁爱的上帝，伊袂当违背伊家己。各位，你会当体会、会当明白吗？无论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有啥物安排计划，或者是讲面对未来无确定、不安的处境，咱要知上帝动机拢是要帮助咱成长，因带咱会当转到伊甲咱所立的约，互咱会当继续得到祝福。亲兄弟姊妹，上帝甲人立约，而且伊守约，是为着要挽回咱、帮助咱。互咱在面对疫情变化、忧心挂虑的处境中，学习倚靠伊。今仔日上帝要借着这个疫情，要搁一摆向咱提出一个呼召，伊爱咱倒转来到伊的面前，做伙甲伊守约，来领受真正的平安甲恩宠。第三，做伙甲上帝守约，来回应上帝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伊立约，而且守约来疼咱，这咱拢知影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知影要怎样疼上帝，要怎样来表达咱对上帝疼呢？圣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互咱答案。
耶稣讲：“既若接受我的命令，佮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；既若接受我的命令，佮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”所以，只要愿意接受佮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是做伙甲上帝守约，这就是听上帝的表现。以下有牧师建议的3个方式，帮助咱会当来回应上帝听，做伙甲上帝守约。第一个就是爱存敬畏上帝的心。箴言第1章第7节讲：“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”各位，当咱拄着困难，需要悄悄帮咱的时，真侪时阵，咱的周围拢会主动出现侪声音来建议咱。好亲像咱拄着困难，当在受的时，决定买啊买，有人就甲你讲：“人爱较巧咧，眼睛会伫下身体吧。”啊，搁有做人毋好遮尔坚持啊！大家拢嘛同款，妥协一个无关系，等等。各位，咱是毋是真正愿意凡事尊主最大，凡事坚持敬畏上帝呢？诗篇103篇13节讲：“老爸怎样疼惜家己的囝，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”17节讲：“总是耶和华的慈爱，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伊的公义也归伫家家顺顺。”当咱愿意凡事存敬畏上帝的心，伫一切代志顶面尊主最大。上帝讲，伊要亲像老爸疼囝同款，来疼惜敬畏伊的人，是对永远到永远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真正是会当存敬畏上帝的心来经历伊。第二，爱明白上帝的意。有时阵，咱拢会听到兄弟有在讲：“哎哟，我真正毋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心意。啊，搁我大概读圣经拢记袂起来啊！我就是软弱，我什么拢袂晓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确实亲像诗篇103篇14节到15节所讲的，上帝伊知影咱的本质，伊也纪念咱不过是土粉，咱的性命亲像草。各位，上帝知，咱真侪时阵拢无法度明白伊的心意。上帝早就知，咱的记忆是有限的。各位，上帝搁较早伊就知，咱是软弱搁欠缺的。总是咱是怎样，迄毋是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上帝伊会当帮助咱。上帝伊会当帮助咱，因为诗篇119篇18节讲：“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奥妙的真理。”所以，只要咱每一天愿意读圣经，每一天亲近伊，上帝的信心会帮助咱，互咱明白上帝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假使你以前无逐天读圣经祈祷，今仔日就互咱开始，上帝管求，修饰一个意爱刻慕上帝话语的心，开始建立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。好亲像咱的教会，拢有在推动每日读经，新眼光读经。这几个主题就是活出呼召，爱里互补。就对今仔日开始吧。等下出去的时，外口还阁有足侪本的读经本伫遐，扎一本转去，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，来默想来亲近这位疼你的上帝，明白伊的话，来领受伊的心意吧。第三，爱尊叹上帝的话。牧师也相信，咱中间有真侪兄弟，拢有真稳定的
读经祈祷的灵修生活，知影上帝话是遮尔啊宝贵，大有快乐，会当满足咱的心，互咱的心欢喜。总是无需要请大家问咱家己，咱敢真正有尊叹上帝话，愿意完全相信我可以吗？其实咱人在面对未来许许多多的未知，咱常常拢是倚靠过去捌有的经验来应付。当咱疫情还未稳定的处境中，咱拢会惊吓、会忧心，甚至咱的心情阁会充满不安。只是咱往往会掠家己过去捌有的经验，因为咱也阁是相信家己，所以就掠家己过去的经验来倚靠家己。总是当咱愿意遵守上帝的话，就是爱愿意放落家己，改变家己的想法，去接受上帝指示甲感动。诗篇103篇18节讲，就是遐爱遵守伊的约，纪念伊的诫命来尊叹的人。21节，恁遮做伊的正天君，做伊的妻婿，行伊所欢喜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圣经佫一解甲咱讲，即位向咱守约、行仁爱的上帝，伊望咱的是啥物？就是遵守伊的约，行伊所欢喜的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的，就是照着其读圣经，知影上帝旨意，也照着祈祷，甲上帝做伙交谈，而且用行动来回应伊的教示甲感动。我是恳求上帝，搁一摆坚固咱的心，互咱决意一世人跟缀伊，尊叹伊的话，因为伊是独一的真神，是超过一切的上帝。最后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张，就是去年武汉肺炎伫全世界爆发了后的网络图片。这张图在描写上帝甲撒旦因在对话。撒旦伊真得意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你看，照着疫情，我将你的教会拢关掉啊！对啊，过去4个月的时间，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在座的咱拢捌经历着，咱无法度来到教会，大家做伙做实体礼拜的经验。总是上帝回答讲：“撒旦啊，你毋对啊！其实我是将每一个家庭拢变成做教会啊！”兄弟姊妹，撒旦的计谋永远伫上帝的掌管中，撒旦的计谋永远伫上帝的掌管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要提醒大家，当咱拄着艰难挑战的处境，咱的信仰态度应该是：先想看卖，上帝为什么要互这件代志发生？然后，咱阁想看卖，上帝要通过这件代志，要爱提醒咱的是啥物？煞接，咱就要敲测上帝爱咱怎样去解决。也就是讲，咱要转到上帝面前来面对困境。诗篇46篇第1节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快乐，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11节也讲，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兄弟姊妹，请咱爱会记的，上帝伊是主动甲咱立约的上帝，上帝伊是守约行仁爱的上帝，所以咱就用行动做伙甲上帝守约，来回应上帝的疼，互上帝带咱伫疫情起起落落、未来无明确的处境中，带来希望甲出路。
因为咱深知主掌管明仔载，伊要牵咱一路向前行。即时，咱要来吟成圣诗587首，通过歌词来宣告：当咱面对未来，咱深知主掌管明仔载，伊的确要牵我行头前的路。请咱起立，做伙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永远甲阮伫地的上帝。主，我要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。主，当阮面对未来时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平安，还是苦难，主，阮知你甲阮伫地，互阮会当做伙甲你守约，会当有你陪伴行阮头前的路，互阮勇敢无惊吓。因为阮知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永远拢陪伴着阮。主，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起条即个应允，伫阮的人生中有主你甲阮伫地，互阮荣光主名，利益人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